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哈坊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明华。明华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这是我今年新买的口红，颜色漂亮吗？美到不行了，而且闪闪动人，会发光啊！好害羞哦。我觉得啊，红色的口红啊，擦在嘴唇上面真的是闪闪动人哦。说到嘴唇，嘴唇怎么说呢？嘴唇叫做嘴唇，嘴唇就是嘴唇，没错。其实啊，我最喜欢口红的颜色是红色，所以红色的口红就叫做 Q 粉。口红就是 Q 粉了。那你刚刚也提到了粉色跟 Q 粉哦，今年真的是非常的流行哦。因为呢，在韩星的带动之下哦，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粉色跟 Q 粉了，因为它非常年轻也很时尚哦。我刚刚听懂了，粉色就是红色的意思。但如果要告诉大家说今年流行红色的口红的话，应该要说今年4號粉色嘅 Q 粉，今年4號粉色嘅 Q 粉。今天勾勾公哈坊带大家来看看流行的红色口红。小姐有什么需要吗？有没有想要就是特定什么颜色？有我想要买 Q 粉，可是呢，我不知道今年 Q 粉流行什么样的颜色你可以推荐吗？我推荐粉色，因为现在韩剧带动风潮，所以现在很流行。粉色不会很老气吗？不会啊，你看这个红色跟这个红色，如果它再擦一点唇蜜的话，会让嘴唇闪闪动人。那你可以挑几款让我试试看吗？好啊，那我挑这款。然后再加一点红色的唇蜜。我觉得呢，这个 Q 粉的颜色啊，看起来真的还不错。这个粉色看起来啊，如果擦在嘴唇上面啊，应该是蛮亮蛮时尚的哈。明华真的耶！现在看那个韩剧的女主角，大家都用红色的口红，是还蛮美的啦。真的，我有发现哦。因为呢，像你这样白白的女生啊，擦红色的口红真的是会发亮、闪闪动人呢。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的客家话吧。好啊。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嘴唇了。嘴唇怎么讲呢？嘴唇叫做嘴唇，嘴唇就是嘴唇了。那刚刚提到红色很漂亮哦，红色怎么说呢？红色叫做粉色，粉色就是红色。那如果要说口红的话，口红怎么讲呢？口红是 Q 粉，Q 粉就是口红了。那如果要说今年流行的是红色口红，要怎么讲呢？今年4號粉色嘅 Q 粉，今年4號粉色嘅 Q 粉。今天勾勾公哈坊带给大家流行讯息，我们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